那我俄罗关心嘅係台灣有名嘅觀光景點阿里山，188水災，未係輸送嚴重。規個阿里山鄉12個鐘頭，都見離岸嘅大路行嘅唔通，對外嘅主要大路台18線，也就係阿里山嘅公路行卡嘅富士馬甲。啲經過公路橋韓國居民按多年來嘅搶修下，部分路段勉強過會得。客家電視台嘅記者李新龍，佢就用行嘅方式。去到我去阿里山，聽錯我經過嘅石族地區，未將山等居民一下清醒嘅情形，愛保本大家啲。經過公路橋今年嘅搶修，台18線阿里山公路已經是通道59公里，龍頭民防同嘅所在。不過車駛到呢片，我用行嘅將是行入去。政府官員攏無。係啊，因攏無來這看賣啊嗎？也吧，應該是地勤機啦，伊攏無來這坐鎮指揮啊。係啊。攏無來遮指揮，即搭石頭遮嗎？係啊，石頭遮。你啊像咱放學這邊間咧處理啦，政府官員攏無看。後來嘅風災為南埔帶來災情，嘛造成台灣有名嘅景點阿里山受到台灣唔是有過嘅災害。唔單止主要透露團派，村同村嘅聯絡鄉土嘛行唔得，地步係嘛無水無天。民生物品來講呢，當然飛機每天在空運，都基本上有1-2天的存量啦。電是沒有啊，水的話是個別到3間去啟用啊，公共的用水全部壞掉了。冬天嘅人用車來載，山鎮居民在記者日本幾戶，歸路看到嘅總係本公路徑，回到送物資，居民行係私車勉強通過。內底還未過咧啊！還未過啊？無啦，路基有地咧啦，還是坍方啦。這個卡來看，馬在通車哦，是暫時嘅變道啦。啊是講，阮中心國小看使9月初陸續開始。因為台18線去本幾戶無通，所以改去阿里山風景區，但是經過72公里福山民防區，挑戰200公尺嘅路段，從下半打落山落。造成地部14村嘅村民對外交通唔利便，佢在居民綜合平安。裡面的獅子村呐，除了有部分的民宅是受到風的掀開以外，人員是非常的安全。他們現在最主要的，就是對外的交通是完全中斷。掠下個路要通冇？車冇通。行唔得吼？行唔得。有停冇？冇停。嘛冇停哦。冇停，冇停。你釣食的東西有冇？有，送動都食嘅。哦，食的冇問題啦吼。冇問題。因為阿里山公路是有6位歐撇，其他嘅鄉土嘛行唔得。實講係幾年來風災清嚴重嘅一擺，但是實完全上好，冇人敢報警。客家新聞李成龍，嘉義阿里山報道。